来是高雄的关键，伫林恒逮捕一个诈骗的车手，另外一个监控手看市面唔对，车驶就想要绕跑，警察举枪甲记叫伊落车，伊无咧插屁，车驶就要走，警察正要找敲破车窗抓人。 伫安全无稳的查甫人，爬起哩白色的轿车车顶，用棍仔大力喊。查甫人大力敲车身，看驾驶歪落车，就继续大力站车顶。原来是一名警察，当伫咧掠扣围伫咧车顶内底嫌犯，惊险的画面，拢扣民众翕入来。 伫更较早的时间点，这台车的驾驶对提醒叫伊落车的警察，拢歪解插。下车！下车！警察看到，摕警察棍仔喊破车窗，想要解抓。 嫌犯乖乖配合打油门想走，结果叫头前车挡掉咧，警察随冲过甲抓。代志就发生伫咧昨下晡2点多，有民众拄到假投资诈骗案，甲警察配合含诈骗集团约伫咧林园交钱，警察顺利抓到车手，不过伫咧附近埋伏30岁姓吴的廖白雅，看情形无对当，洗车想要让港选，警察嘛随冲过去解抓。场查扣新台币70万元。 安非他命、海他命、K 盘及行动电话四支等证物。嫌犯唔听亏，车嘛毁损，就要叫伊早起做洗钱、防制法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